2025年將臨期每天讀經。今日係12月13日，經文係喺約書亞記18章1至10節。以色列的全會眾都聚集在示羅，把會幕設立在那裏。那地已經被他們制服了。以色列人中其餘的7個支派還沒有分給他們地業。約書亞對以色列人說：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所賜給你們的地，你們耽延不去得，要到幾時呢？你們每支派當選舉3人，我要打發他們去，他們就要起身走遍那地，按着各支派應得的地業寫明，就回到我這裏來。他們要將地分給7份，猶大仍在南方，住在他的境內；約瑟家仍在北方，住在他的境內。你們要將地分做7份，寫明了拿到我這裏來。我要在耶和華我們的神面前為你們拈鬮。利未人在你們中間沒有份，因為供耶和華祭司的職任就是他們的產業。迦得支派、流便支派和瑪拿西半支派已經在約旦河東得了地業，就是耶和華僕人摩西所給他們的。劃地勢的人起身去的時候，約書亞囑咐他們說：你們去走遍那地，劃明地勢，就回到我這裏來。我要在示羅這裏，耶和華面前為你們拈鬮。他們就去了，走遍那地，按着城邑分做7份，寫在冊子上，回到示羅營中見約書亞。約書亞就在示羅耶和華面前為他們拈鬮。約書亞在那裏按着以色列人的支派，將地分給他們。我哋都有啲安靜默想嘅時間。喺去到示羅之後，約書亞係做咗啲咩事呢？而今日有啲咩事，雖然係神所賜俾我哋嘅異象，或者係向我哋嘅說話，但你卻冇積極去回應神呢？而昔日其餘7個支派嘅土地係點樣分配嘅呢？今日我哋應當先憑着信心去宣告，然後為神去盡全力去做嘅事又係啲咩呢？今日嘅每天讀經嚟到呢度，希望喺我哋呢段日子，每日我哋都抽取3至5分鐘嘅時間，讓我哋喺將臨期透過每天嘅讀經與主親近，祝福大家。